说吧，又让我为你们主持什么公道啊？求娘娘为我们做主啊！一大早上的跑到我这儿来鬼哭狼嚎的，看来是有冤情啊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娘娘，此次来不为别的，我们实在是为您打抱不平啊。为我？是啊，娘娘，平日里你待将士不薄，可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和良缘良弟在御花园里散步，竟然听到将士的婢女在讲你坏话哦。是吗？他讲什么啊？说您待人刻薄、虚情假意、品味低俗，还有，说你心狠手辣、心机叵测，还说你恃宠而骄。哎，娘娘，您可千万别说是我们说的呀！皇上已经把姜氏接进了宫，住在了幽兰殿，成了假娘娘。皇上这几日除了在幽兰殿，可哪儿也没去。我们实在是为娘娘感到不公平啊！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一大早上说是跑来为我打抱不平啊，那是虚的。想让我为你们出头倒是真的吧？虽说皇上以前也几乎不来我这儿，可是他也不去别的地方啊。现在天天让那个假娘娘受独宠，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啊！不许哭！说吧，让我怎么为你们出头啊？你今日要是不为我们解决此事，我们就在这里哭死算了。嗨，不是说不让我哭吗？怎么你们哭起来？哼，群后人！哎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你的妆都花了啦！哪里？这里哦，这里花了，还有这边都花了。看，该死的宫女，明明让她给我买的是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这哪里防水了？花了这边，还有这边。哎呀，这宫女肯定是……算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花了也漂亮啊！这边，你刚才讲有防水的胭脂和眉石，可当真？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款防水的眉石和胭脂呢。你在哪儿买的？可曾用过？当然用过，特别好用。就在城里有家铺子，叫做丽人坊，我专门让我的宫女出宫帮我买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跑题了啊！我早就想拥有一款防水的胭脂了，这样不管下雨下雪还是流眼泪，就不怕妆花了。对呀，不如改天到我宫里试一试。好啊！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就现在吧。好，走。说好的替我打抱不平呢？说好的绝不放弃呢？皇后娘娘，妹妹们有要事缠身，改日再来拜访姐姐。我们就先行告辞了，快走。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娘娘，您最爱吃的榴莲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！自从我坐上皇后这个位置，就真的成了妇联主席了，整日帮着这些女人们解决一些邻里纠纷、情感矛盾啊，还有一些姐妹反目的这些破事儿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女人们怎么就那么爱吃醋呢？就不能团结一致，相亲相爱吗？娘娘，您怎么把自己抛出在外了呀？哎呀，不过你们女人在某些时候确实挺团结友爱的。今天啊，黄良缘他们几个人来找我告姜氏的状，就因为说起了什么胭脂水粉，他们几个人瞬间就把找我的原因忘得一干二净，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中。娘娘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呀。绿篱觉得呀，女人最可贵、最可爱的一面就在于此呢。哼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不过啊，女人之间的友谊啊，确实只能建立在逛街、买衣服、上厕所上面。我既然想让后宫的女人们团结一致，又不能整天让她们上厕所，也许我能让她们处在一个买的状态下。